大家好，我是蔡黄如。你知影伊是无辜，咱煞无法度救，一条人命。柯干清，我感觉足正义的，因为伊伫咧即个案件内底坚持假无，我感觉伊有补足我的部分6分。刷落来就是智慧，伫迄个时代较少有女律师伊崭露头角，我感觉伊一定是有伊的智慧。顶尖的部分，伊伫私底下做的工课甲功课会做足足的。迄当我感觉伊应该是8分，无评价，互伊展示，互伊看，我并无。伊想的遐尼简单，代志绝对毋是戆人所想的遐尼简单。你敢会放放出来？我的台语足烂的，毋讲我足拍拼，勤能补拙啦。会使互恁坚持的地中，甲勇敢。则大家一定爱收看公司第1台暗时8点，每礼拜日无做推定。